手把手祷告手。我们现在在一个看起来，哇，这些石头都歪歪曲曲的，可是我们坐在上面非常的稳固，就好像Irene刚刚分享到她的家里怎么样呢？家里就是虽然家人大家都不是最完美的，但是我们在爱里，就是大家都还是互相扶持，就很多时候家人还是我们最大的力量。所以很感谢神，我们有家人一起在基督里彼此相爱。那如果呢，真的是让你觉得家人好像在像这些词好像不完全，好像很多的缺乏，可是为什么可以稳固呢？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爱中，所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可以来祷告，让你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，所以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能够成为完全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